过来是这个外籍学生，当时会当过转来台湾读册咧。教育部讲，无排除7月都予外籍生来入境，但是时间点无确定，这是予真侪大学真着急。台湾大学讲，上晚9月初就要来开放，若无恐惊外籍学生会转到其他国家去就学。若外籍学生入境的防疫，台公卫学院来建议，要根据各国的疫情来做风险的评估，像印尼都无适合来开放。红红开花，甲欢欢喜喜的毕业相片，因为疫情，真侪外国学生袂赴转来台湾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教育部头一摆讲，只要暑假分配入境检疫，甲应届毕业生以及疫情低风险的国家优先的3原则，有可能伫7月份就予外国学生入境，因过时间点讲无清楚，大学是拢真着急。我们是9月中开学，那总而言之，我们希望同学最慢能够在9月初回来，那过2个礼拜之后，刚好可以赶得上开学。开放外国学生来台湾读册，台公卫学院建议2大原则：第一是入境的外国学生全面检测；一个是利用各国传播风险来推算。目前国内超过222名确诊的个案，以1年疫情来讲，暂时卖分入境确诊人数就降为155人。目前来讲，我们看到泰国是比较干净的，慢慢恢复的。好，那可能泰国回来的学生，可能他就基本上来讲，那风险就会非常低。那用我们现在目前的居家检疫的方式来做，可能还是 OK 的。台大唯一还没做的就是检测了啊。如果有这样之后，我们的检疫也许不需要14天。台公卫学院认为讲，除了要求外国学生伫家己国家先检测入台，嘛要比照商务人士入境检测，推动相同保险的免疫护照，台湾的防疫才袂出问题。